农历的6月19是观音妈成道纪念日，台中的潭水亭举办着跋杯祈求平安久的活动，有真侪观音妈的客囝专工倒来甲观音妈祝寿。 信徒虔诚向潭水亭观音妈参拜，提早庆祝咱人6月19是观音妈成道纪念日。真侪客囝专工倒来后头厝祝寿，庙方热烈举办跋杯祈求平安久活动，保庇大家下半年平安顺利。回娘家就是一年倒来，甲观音妈参拜祝寿保平安今年庙方阁发限量500份福袋，希望观音妈保庇地方。观音妈的发光的豪光来献给大家，用这个小夜灯，无论你在白天、晚上，它都随时随地用这个豪光来守护你。潭水亭是地方的重要信仰中心，借由宗教文化活动，来向观音妈祝寿，嘛阁一摆口花地方情感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